上喜乐平安，路途跨越艰苦事，这是对人没有信心，没有放心交托主，只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这我甲烦恼。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这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这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福气，大福气，心肝常常喜乐平安，道道跨越艰苦事，这是对人没有信心，没有放心交托主，只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这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福气，大福气。安尼就是一首完整的啦吼。啊，阮唱乐队来唱一遍的4部，吼啊会晓唱的斗阵唱，啊唱一遍就好，安尼吼，来，唱嘿。只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这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只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这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福气，大福气，心肝常常喜乐平安，道道跨越艰苦事，这是对人没有信心，没有放心交托主，只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这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福气，大福气。阿门。
好，请咱个掀开405首。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袂听我的声，咱来到上帝面头前，这首咱来用祈祷的诗歌，咱来，会使唱较安静的，来唱2遍，唱。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进你的心底，照亮你的大。我心敬虔，心敬虔，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进你的心底，照亮你给大的灵珠，我心敬。静心，准备来礼拜。是啊，你的较赢伫倒落？是啊，你的厉害伫倒落？总是感谢上帝，伊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较赢。
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298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圣诗第298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心欢喜到主面前，夜头仰望新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晓鱼黑暗无打我，快乐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日远心。请起立吟全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心欢喜到主面前，夜头仰望是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了伊但无打我，永远快乐，快乐来临，灿烂光明迎我心，手作万美，一切无路，心为主宝座，天使圣灵三角金星，天地大欢喜，关山深国山野草花，青翠明远凉风吹，了这是我深声水泉，上主听通永无煞，主你赦免心，祝福堪受尊永轻松。我挑生命一路源头，光可随长流，从主天白基督，车地四海一家亲无比，人人三天可无徛起，永受一路永无离。三角音声，一切恶乐主生命，上帝主爱保庇人类，主将听见宝贵，称赞不断，地向前，我的德行，一路歌声。亮亮无停，带咱离开全人生。谢谢。下面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顶世界死，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平，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咱做伙来启应，伫新圣诗后面启应文第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章，第1105页。现在咱三个来启应。
伊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若为求救伊，都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遐尔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捌问，因兼真正听无，拢无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下面咱三斗阿头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天地的主宰，疼痛阮的天父，阮感谢你，日日保护、赏赐阮逐日，拢有够爷，丰富的恩典满满。阮要感谢你将独一圣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赐予阮，用伊的牺牲的宝血来救赎阮。我要感谢上帝，赐信心，甲阮三德之地。伫教会甲政会友之间，甲阮所做的所有的工同在，使阮快乐甲帮赞，阮拢要献上阮的感谢。求你继续用你的疼，继续来充满阮，互阮会献阮家己做活祭。这个祭是圣的，是喜乐的。是你所喜意的，主啊，阮也嘛要为着世界的和平来祈祷。阮知一切真理甲公义，拢是对你来。阮恳求你伫正百姓的心内，点导爱甲和平的火，互你的国和平临到这世间，互世间人拢认捌你的疼痛。求你也疼。求你也甲你的疼、甲怜悯，嘛临到世界各国的领导者，甲世间掌权的，引带因拄去心中的对敌、怨妒、自私甲野心。求你唤起因心中的公义、怜悯甲疼痛，互因为着这世界会使来改善，会使互相来合作，互这世界。逐位拢有平安，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相思应啊，阿妹。下面咱三角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22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22节，伫新约的199面，
三个来读，我来读。打若传基督对死人中国话，怎样恁中间有人讲死人无国话？死人若无国话，就基督袂捌国话；基督若袂捌国话，就阮所传的是空空，恁的信也是空空。死人若无国话，就上帝袂捌互基督国话。毋过伊阮干净，伊捌互伊国话，就显明阮是做上帝白贼的干净。因为死人若无国话，就基督袂捌国话；基督若袂捌国话，就恁的信无采工，恁抑阁伫恁的罪中，就遐个踮伫基督已经困的，也是沉沦。咱若干大在生有仰望伫基督，就伫众人中，咱是第一可怜的。总是当基督已经对死人中国话，做这个伫困的头一个国话的，因为既然对一人才有死，也对一人才有死人的国话。因为亲像亚当众人拢死，也亲像安尼伫基督众人要得到国话。以上，下面咱请马娜甲社青团契做阵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我相信。
来为咱讲道。伊的题目是到底有够啊无？到底有够啊无？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即个炎热的即个天气，毋过会当伫即个舒适的环境，甲大家做伙来听对上帝来的话语。伫咧开始讲道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即时，我要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经来听对你来的教导。求你看顾保守，互讲的甲听的，拢对你遐来得到启示，得到帮助，得到利益。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咱的罪得到赦免，肉体得到改换，咱有永远的性命。这是今仔日咱要做伙来进入使徒圣经最后的段落。伫使徒圣经的最后这三段，头一段罪得到赦免，是甲今世有关系。过来后壁这两段，肉体的改换，永远的性命。拢是耶稣所带来的救赎的恩典，也就是讲，每一位基督徒所应该爱毋忘的将来。伫咧使徒圣经最后这三段，就显明上帝对人有一个极其美好的一个计划。所以伫今仔日，我选用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22节做这段经文圣经的一个解说，嘛来做一个结束。保罗伊伫遮要甲遮的信徒来讨论的，就是生命源头的问题。因为伫迄时，咱会知影，迄时足侪人拢咧讨论讲灵魂体到底是啥物。伫咧希腊、罗马的迄个哲学的思想辩论中间，因定定摕出来讨论讲灵魂体到底是啥物。嘛，因为安尼，所以保罗伊需要来对应，有一个对应的回应。总是遐个希腊、罗马的遮个哲学家，因认为讲，只要阮认真来操练灵魂，互伊得到一个，像咧人广告咧讲的提炼再提炼，有无？就是要互这灵魂得到上好的一个操练，伊就会当入去到等于死了后，伊就会进入一个无共款的一个层次，灵性的层次。因认为讲，肉体只不过是伫世间受到污染的一个躯壳那尔。所以吼，就算讲全然的败坏，算讲享乐主义，这拢无要紧。嘛，因为有即款的思想进入到基督徒的遮个教会的教导甲思想内底，递到保罗，伊需要来对遮来提出一个回应。所以遮个人因甚至是认为讲安尼你耶稣讲的迄种果碗吼，恁拢讲耶稣有果碗，迄应该是假的，迄是足好笑的代志。因为肉体哪有可能果碗？因相信灵魂的果碗，毋过因无相信肉体的果碗。所以可能保罗就是听到即款的教导，伊就气噗噗吼，伊就讲是谁伫遐讲无果碗的，啊无阮看到的是假的吗？对毋对？伊讲阮正门徒、正使徒，正遮百姓安尼看到伊耶稣肉体的果碗的遐见证人，敢讲是假的吗？敢讲是咧讲阮有讲白贼话吗？迄敢毋是确实的一个确信吗？所以保罗伊为虾米需要来讨论耶稣基督确实有果碗？第一点，伊要说明，伊要完整来说明上帝上起初对人类灵魂体完美的创造的意义，就无亲像遐个哲学家所讲的，只是肉体的败坏那尔。伫咧上帝上起初迄个原厂的设定吼，灵是咱生命中间上深层的一个部分，伊是负责互咱来接触上帝，甲上帝有一个结连的关系。搁来魂是一个代表咱的生命，代表是伫灵甲肉体的中间。
过来肉体，伊代表的是一个上外在的部分，带领咱每一个人来感受这个世界，嘛来享受这所有的物质的生活。伊嘛是来展现每一个人灵魂体整个生命的一个展现的一个器皿。所以当遮个人当咧否定耶稣基督肉体讲话的时阵，因嘛是咧否定上帝伊创造人类的肉体是无完美的。所以保罗需要重新来说明基督的死过活，佮将来信徒灵魂体全然的过活是啥物款的模样。第二点，保罗嘛伫咧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伊一路拢受到侪侪人的追杀，也是攻击，也造成遐个门徒、信徒的惊吓。所以伫咧哥林多即个城市内底，因其实要坚信一位上帝是足困难的代志，因为伫迄时，就算讲因无要拜其他的偶像，总是因罗马的君王嘛是有一种罗马君王的迄种神明的崇拜。所以，当因决定要来军对耶稣承认敢若有一位上帝的时阵，就代表伊爱拒绝迄位因所爱崇拜的迄个君王的迄个象征。所以，迄当时的基督徒，当因归信着耶稣基督的时阵，就代表因是一个全体的社会性的死亡，就代表讲伊是要真做受大个人排斥、孤立的一个状态。所以保罗伊要伫即中间要来坚固因遮的门徒信徒的信心，要互因知影讲，虽然有艰难、有危险，甚至是死亡，总是有过活的性命咧等待咱。所以伫咧保罗伫咧15章21节到22节，伊经文伊提出讲有两个亚当的即个神学的论点。第一个亚当是透过伫土内面所做出来的。但是第二个亚当是对地来的，就是对天顶来的。啊，这个亚当是啥？耶稣基督。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赐咱活命的上帝，佮要带来一个新的肉体的更新。所以保罗对创世纪迄当阵就开始说明讲，开始说明亚当基督论的这个神学的论点。是要强调讲人类的本质是啥物？就是一个用土粉来所做的人，因为犯罪所带来这种破碎全人类的罪性甲死亡，连接伫一个对天顶来的，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破碎性，所有人拢会当来得到永远我的生命甲稳定，佮有新的人生。这拢是为着要来带领遐个信徒。会当重新来思考这个生命的起源到底是啥物，本质是啥物，互每一个人会当看到讲上帝伊完美的这个计划是啥。所以伊就是伊保罗伫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就是要带领伊的会友信徒会当回到上帝起初的原厂设定。安尼咱敢有需要回到原厂设定？咱有时阵手机用的我妈妈定定安尼试啊，等下伊有咧听直播。我朋友的妈妈啦伊手机试的唔对拢甲试原厂设定，是毋是就拢还原啦，对不对？就搞定啦，嘿所以其实基督徒敢有需要来原厂设定一下。其实迄天团长娘伊的手机伊的 iPhone 骑脚踏车的时阵落落涂骹，拢屏幕拢破去。迄两个，阮两个迄阵想无要紧啦，反正有贴迄种有带迄种玻璃贴有无？即摆毋是业配迄个玻璃贴大的想讲应该是玻璃贴破去那尔，结果阮掠开惨啊，是内底屏幕破去。迄时阵团长娘的面规个拢撩落去，伊的面比迄个青坑的迄个臭豆腐搁较臭。所以阮两个伫遐看迄手机心肝丢几下，想讲惨啊！因为咱拢知影讲，迄修理屏幕是足贵的所以迄当时做人翁婿，就爱开始想办法啦。我就开始查，我就问周绿建，看手机迄修理爱偌济钱安尼。伊甲我报一个价钱，我嘛险留目屎。
过来我就去虾皮找啊，我想讲也无买来家己换好啊，因为之前伫学校有帮同学换过荧幕，所以我想讲试看嘛应该是会晓。所以就查看介绍，嘛无俗偌济呢，阁无报告，反正查足济方式的吼。最后阮两个也是想讲算啦，无就阮丢2个月哦，看迄荧幕愈逼愈大顺，想讲惨啊，阁无修理嘛袂使。所以最后两个就放弃挣扎，去 Apple 的原厂吼来修理啦。伫咧原厂修理的好处是啥物？就是有保固，对毋对？然后伊即个保固是保证即个功能是完整的，有保固，甚至是咱有啥物修理了后有啥物问题，拢会当等于找 Apple， 对毋对？苹果吼。好，但是真正有够贵的。所以为虾米到最后即个故事，为虾米最后阮两个会决定要等于找 Apple 原厂来报告？因为比起对外口的副厂来买遮个材料，也是讲我家己修理的迄种危险的程度，我更加较相信 Apple 原厂伊所带来的品牌保固，对毋对？其实保罗嘛是安尼呢，保罗伊直直要来证明讲耶稣基督即个品牌、即个信仰、即个上帝。是确确实实，值得遮个信徒来相信的。所以伊一直要想要互遮个人来了解，就是天父上帝是值得咱来信靠交托的。若是安尼，咱的性命，现在咱的性命，咱的心，敢搁有伫保固内底？咱的心敢搁有伫保固内底？有时阵吼，咱时常会用真侪的方式，想要来修理好家己的心。可能是食真侪物件，有可能是做真侪无好的伤害家己的行为，想要得到情绪的讨棒。有的人甚至是用买足侪物件，想要来得到快乐。但是这拢无法度真正来解决咱生命根源的问题。但是创造咱的生命的是啥？是天父上帝，对毋对？所以当咱等于到即个天父上帝原厂的保固的时阵，咱的生命就会当重新得到保固、更新、完整。当我在写即个讲道片的时阵，可能是因为修理手机啊伤疼，所以一直感觉讲，这真正甲咱的信仰足像的呢。即个我咧修理手机啊，即个过程，其实甲咱要修理、要恢复咱的心，其实是一个真相像的一个程序吼。所以我有挑工来做一个天国维修中心吼，这我去看 Apple 的迄个头二来做出来，好，欢迎大家来到天国维修中心。请问今天你们要送修的是什么？现在周年庆，只要来维修，都享有天国的永生保固。嘿，今麦要甲大家介绍的这就是业配啊这就是要来甲大家介绍讲天国的维修的这个程序是啥物？维修的程序是安尼第一个，咱来发现问题啊，对不对？就亲像荧幕破去安尼，所以咱来需要来发现讲咱的心是怎样互罪来影响。这个罪是啥物？毋若是家己犯的罪佫有别人所犯的罪嘛，会影响到咱的性命，对不对？有时阵别人所犯的毋对的代志，犯的罪嘛，会影响到咱的性命呢。有时阵可能是比如讲，因遮的人咧黑白讨论，咧舆论。咧批评论断，可能论断我，可能讲迄个团队今仔讲道讲了，毋是啊，就是有时阵就会安尼论断，对毋对？我听到会安怎？会艰苦心嘛？想安那会安尼？我嘛因为安尼，因为别人的罪，我的生命有得到影响无？有哦。所以无论是家己犯的罪，也是讲别人犯的罪，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生命。所以咱必须爱找到讲，啥物款的罪，当咧影响到咱的生命的健康。就伫即时，咱就需要来提出这个问题。总是咱敢知影啥物是罪，罪要去对来做一个标准。其实圣经就正做迄个标准。咱若无读圣经，要知影要安怎知影讲啥物是罪，要安怎定义罪的标准是啥物？所以第一点是爱发现是啥物款的罪来影响到咱健康的生命。第二个就是爱针对迄个问题来解决，对毋对？当咱发现到家己自身的即个罪，也是讲别人的罪，当咧影响到咱的生命的健康的时阵，安尼咱就可能需要安怎针对迄个罪，用真实
无惊吓、无压坎的即个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安怎来祈祷、认罪、悔改。佫上重要的，求上帝的医治甲怜悯。透过即个过程，咱的心、咱的罪，甚至是受人影响的所在，咱会当渐渐得到透放。过来第三，修理敢有需要时间？迄天阮两个等2点钟，算紧的。当咱有爱面对这个罪问题的时阵、伤害的时阵，咱需要有时间来祈祷、来认罪。改变这过程需要一段的时间，总是时间需要啥物？需要有同伴的陪伴啊，有时阵咱心灵的软弱啊，对不对？所以需要安怎互相属灵同伴，彼此的带导分享，然后成做咱改变的开力。这个认罪的功效是啥物？认罪的功效，我之前有讲过，认罪的功效代表的是甲上帝的关系更好，甲家己的关系更好，甲别人的关系更好。所以认罪悔改所带来是伫逐种层面，你拢甲人的关系、甲上帝的关系、甲家己的关系，拢重新得到恢复、甲医治，佮有更好的关系。最后，咱就安怎？恭喜恁的心已经恢复健康。虽然未来阁会有其他的问题，也是有其他的伤害，总是恁若是照着本公司，就是天国维修中心的即个使用操作说明来使用你就会当享受到永生的保护。所以你只要回来原手找工程师，阮的耶稣基督这我拢用 AI 画的啦你就会当安怎重新得到恢复。团队开真侪时间要甲大家分享做得到赦免的过程，是因为我认为做得到赦免是咱摕到永远我的性命、肉体的果我的门票。所以我捌看一本册内底伊有讲伊讲做一个基督徒上应该爱烦恼的，并毋是死亡的问题，应该是因的罪敢有得到上帝的赦免。时常基督徒拢认为拢忽略罪对着永生的性命所带来的影响有偌大，也因为安尼，咱真正需要积极来面对咱性命的罪的问题。因为有罪的赦免，咱才有肉体的果我。今仔日的经文有侪的段落，拢咧说明讲，伫耶稣基督过来迄时，果我并毋是那尔，只有灵魂那尔，可有肉体的果我。这就亲像啥物？亲像一粒种子，待伫土内底，伊会烂去袂？会烂去。总是伊会不腻，伊会搁发大丛，然后长成成做无共款的一个树啊，也是植物，对毋对？所以咱的性命嘛共款，咱的肉体嘛会朽烂，会埋葬。总是伫耶稣基督过来的迄时。咱会重新长成，成做一个属天的模样。但是总是我可能无法度甲大家讲，迄是啥物款的模样。但是咱嘛会当来伫迄当时，到迄个时阵，咱就法度来体会到上帝上起初创造咱上美好灵魂体迄个形象是啥物款的形象。透过耶稣基督来显明肉体的果我。就是要代表，既若军队伊，既若相信伊的人，有一日嘛会亲像耶稣基督安尼，得到肉体更新的即个新生命。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伫咧葬礼的时阵，有侪的目屎，有侪毋甘的心情，总是咱无惊吓，总是咱有平安甲毋茫。这是因为咱会相信，咱阁有一天会相见，所以咱毋免惊吓，死了后会成做孤魂野鬼。因为咱有一个归宿，这个归宿就是耶稣已经讲应允为咱要陪伴的迄个所在，而且咱嘛无需要惊吓，伫咧死了后无人拜，会无人照顾，因为上帝亲身伊来应允讲，伊要来照顾咱。咱更加毋免惊吓，讲死了后轮回的问题，需要背担顶一世人所犯的遮个罪，爱行遐个罪，因为。永远我的这个性命是全然美好的。耶稣基督嘛已经替咱清所有的罪，
所以约翰加里门又讲一句话，伊讲，即款的新生命是对相信所生出来的安慰。当人对伫家己的罪性有感觉的时阵，就会惊上帝。但是伊必须爱来马上想起迄位仁慈、怜悯、稳定的耶稣，也就是迄位拯救咱的性命的耶稣。也因为安尼，咱重新得到快乐甲信心，并且咱阁有勇敢来面对将来。即款的过程，就亲像一个人的性命经历顶头生的性命同款。所以，即款的性命，伊带来毋但是互咱期待将来更活一个新肉体，嘛咧提醒咱需要来更新现在上帝所赏赐互咱的即个肉体。伫现在咱的肉体虽然看起来真软弱吼，啊，阁有侪侪的罪性，总是咱需要伫灵性的生命中间日日来更新。咱每一个人一开始吼，可能拢无法度来理解灵性。更加毋免讲来体验到即个灵性甲上帝结连的迄个关系的感受，嘛因为安尼，做牧者的阮，拢时常伫讲道的顶悬讲，大家爱起做甲上帝伫灵性结连的即个美好的关系。迄就是因为当咱伫咧上亲近的迄个灵性，甲上帝有起做好的关系的时阵，咱的灵魂体就会完全全然的得到更新。啊，即个更新会带来的，就是咱会当体验到无共层次的即个生命的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即个体验是一个真美好的体验，所以即款的更新会互咱的灵魂体伫咧即个世间上，毋但阁是限制，毋但是软弱那尔，而是开始有喜乐的心来享受上帝所赏赐一切的物质。即款的享受，因为咱有结连甲上帝，伫上帝遐，所以咱会当有节制、有疼心、有分享。所以上帝伊是意爱，互咱来享受伊所赏赐互咱的资源的。只是有时阵吼，咱无成做一个好的管理者。所以无论是肉体的果仔，也是永远的活命、生命，拢是上帝透过保罗。伊要来咱来展现的一个值得咱望的所在。我想要问各位兄弟姊妹，伫恁的生活中间，敢有一个时刻，一个真美好、真完美的一个时刻，是恁想要永远迄个时间停留伫遐的？敢有？有的时阵偷偷点头一个，有吗？有啦吼。其实我嘛有啦。有，到底是啥物时刻咧？咧食物件的时刻。我希望吼，紧转到。我希望时间就永远停伫遐就好，但是莫有变大箍的未来啦吼。总是永远我的即个生命到底是啥物款的模样？若是即个永远我的生命无够好，要怎样互咱来期待，对毋对？对毋对？所以若是对一个伫咧患难中间的人，你讲你要赏赐互伊永远我的生命，伊敢会快乐？可能袂呢，因为对伊来讲是一个痛苦，对毋对？所以，咱必须要了解，就是咱的肉体是需要过了是一个真好，达到咱期待望的迄个生活的模样。咱还有法度来，互别的人嘛做伙来期待即个生活嘛，对毋对？所以，永远我的生命代表的是啥物？永远我的生命代表的是一个满足、补足，也是完全完整的一个充满，互所有欠缺拢得到满足的一个状态。骄傲的得到饱足，受伤的得到医治，欠缺疼心的互疼来充满。伫咧基督信仰内底，伊就提供即个真水的图像。即个图像就是人生命中间基本的需要，也就是付出疼甲接受疼，来去即个需要来得到充满。嘛，因为安尼，路加福音16章有讲到一个乞食叫做列撒罗，有无？吼。伊就是安尼，伊虽然伫今世，歹势，今世中间，伊有侪侪的欠缺，总是伊预尝天国的恩典，
伊提早来体验到天国的恩典是啥物？就是伊提早去接互上帝接去天顶，然后享受到迄个永远我生命美好的补足的满足。当咱每一个人若要买车吼，也是要买较贵的物件，是毋是拢有希望讲会当来体验试用看觅？教会伊就诚做互世间人提早来体验上帝恩典的所在，就是预尝主恩的所在。也就是讲，提早来体验上帝伊满足的恩典、疼痛的所在。若是无够好的一个体验，咱阁要怎样互人、互众人做伙来到咱做伙来望迄个永远我的生命咧？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天国即个品牌的一个服务专员。咱受调伫即世间，就是要为着要互人来体验到天国美好的存在。所以，咱对内爱彼此相疼、关心，毋若是逐礼拜安尼客客气气安尼拍一个招呼那尔。我更加鼓励大家会当亲日透过分享、透过带导，将彼此的关系进入到另外一个较亲近的即个程度。更加咧鼓励大家伫咧教会勇敢来分享，勇敢来付出疼，嘛勇敢来接受疼。我知影伫教会中间吼，要甲大家有一个真好的关系，其实是无介简单的代志。总是咱敢有愿意，先去找两个兄弟姊妹，去做一个较亲密的关系。我想天国就伫咱的付出，咱的即个付出即个行动的过程中间，就伫咱的教会实现。若是毋知影要安怎做吼，啊无就是当迄个美燕长老咧邀请讲要去探访的时阵，就莫拒绝，互阮会当去探访恁。安尼就是一个上美好的第一步。当咱愿意伫教会内底彼此相疼、彼此分享的时阵，有拍开心门的时阵，咱就会当将文山教会起做成做一个，互众人拢会当伫遮来体验到天国美好的一个所在。啊，对外口要怎样来做咧？对外口要来分享耶稣基督无比的疼，所以咱要有疼心，有开咱将遮的疼来分享出去。伫咧暑假有教会有办迄个夏令营，对毋对？最近吼，阮一寡同工吼，透早拢会去木栅国小，分迄个传单。我发现吼，分传单对遮个同工来讲是一个真挑战的代志。当我伫咧边仔来观察的时阵吼，因为对我这种面皮厚的吼，发传单是还好啦。啊，毋过吼，阮的同工吼，当咧发传单的时阵吼，因拢会安尼客咧哦。啊，看到人要经过的时阵，要客出去啊。啊，就看伊行入去学校内底啊，就搁收转来。我看去，其实吼，因心内有侪的惊吓甲丢毒啦吼。总是因鼓起勇气去发每一张的传单，这是为虾米？我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听到伫因的内底充满因啊，直到因愿意挑战因家己感觉惊吓的代志，去做出一个行动，是要为着要分享耶稣基督的听，伫遮的囡仔身上。所以，伫因身上，我看见，当一个基督徒有听的时阵，咱会当来做一寡咱认为无可能、咱认为真困难的代志，总是咱有迄个气力，咱有迄个勇气，会当去挑战。最后，我要用阿门来做即个使徒圣经的最后的即个结论。当基督徒讲阿门，代表的是啥物？代表的是咱的确信、咱的确定、咱有同意，然后咱心中诚心诚意的即个心愿。所以，使徒圣经最后用阿门来做一个结束的时阵，短短这两个字，表明的是咱每一个人当咧宣告的时阵，咱愿意来宣告，才用这的使徒用生命所编写出来这的使徒圣经。咱来对因所发出来这个圣经，因的信仰、因的信心，发出一个肯定，嘛是发出一个宣告。另外一部分，这个阿门嘛是对伫咱家己信仰带着信心来的宣告。当咱每一摆坐声咧讲阿门的时阵，就亲像咱手中摕着每一个人拢摕一片拼图，每一个人的信心，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个人的信仰拢无同款。总是当咱做伙来讲阿门的时阵，就亲像咱拢咧做伙来拼
一幅真美好、美丽的信仰的图像。但是咱要注意，每一个拼图拢有一个框架。使徒圣经就是互咱自由伫咧即个信仰的框架内面，会当来明白、了解、体验，最后咱会做伙伫即中间找到属于咱家己信仰的位置。最后，咱就会当大声来喊一声阿们。团队深深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恁拢伫即幅美丽的图像内底。即幅美丽的图像，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我嘛相信，当咱超出的时阵，咱就会当找到迄个属于咱信仰上起初、上美好的迄个位置。当咱喊阿们的时阵，即个拼图放落去的时阵，咱就是做伙咧完成属于咱信仰美好的图像。最后，要邀请各位，咱做伙豆豆啊，用使徒圣经做即届讲道的一个结束的祈祷。做伙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乐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这是咱过来唱回应的诗，成圣诗647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成圣诗647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大福气。心肝常常失落。平安，大大挂虑艰苦事，这是对咱没有亲心，没有亲心交托主。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咱有大福气，大福气。请起立吟全首。是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人有大福气，万事拢通对倒。是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人大福气，大福气。平安，大大跨入艰苦。
心都主，真好朋友就是我所担当作我甲烦恼，真正有大福气，大福气。真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作我甲烦恼，真正有大福气嘛，事拢通对讨。真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作我甲烦恼，真正有大福气，大福气。心肝常常失落平安，哪达我痛苦事。要有真心，心交托主，真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作我甲烦恼，真正有大福气。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奉献。
诚济。伫报告头前，咱先来读咱今仔日的经句，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请记载头一个人阿当，有血气的活人，后尾阿当真侪想事活的神，搁一届前书12章45节，做一届。所记载也是讲，头一个人阿当真侪有血气的活人，后尾阿当真侪想事活命神。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下面我来报告。教会消息报告。第一点，咱有修正敬老金甲迄职工、童工奖位金发放的办法。这是小会决议的。重点第一点是，咱就是敬老金的发放的时间，对圣诞节、赞美礼拜改到迄中庸节的礼拜。第二点就是，咱对参与教会服侍当工的慰劳的方式，咱要改做感恩餐会的方式来进行。咱无搁要发放的奖金嘛，奖慰金。第三点，咱详细的办法明细放伫迄公布栏，咱会使来迄公布栏遐看。第二点是圣诞节甲感恩节的筹备小组开会通知，伫礼拜后伫12点半伫地下1楼，咱有要召开2024年的第一届筹备会议，顶请咱的团契会长、组员，甲咱有志要参加圣诞节筹备活动的兄弟姊妹会使来参加。第三点是礼拜早是开会通知，咱伫筹备会了后，要搁开礼拜早的会议，请咱组员会使来参加。第四点是教会团契组要开会，伫个本主日礼拜、台湾礼拜了，1楼会议室要召开，请咱组员来参加。第五点是后主日是台专中心的奉献主日，咱的张新竹传道师要来请安报告甲讲道，请咱关心甲带导。咱下主日的6月30号，科牧师要前往万丰教会。第六点，少年团契当工的改选，咱113年的下年度的改选，会长是许伯恩，会计李志远，公关是陈可轩，文书是陈玉章，出纳是詹技师。第七点，2024年上半年的咱的减少通知，财务组伫7月21日一直要办理咱顶半年的减少，咱各团契财务当工，咱爱来准备即届减少，爱先甲咱手头的现金爱存入银行内底。以上。牧师这边补充报告一点，咱的夏令营会使邀请咱厝内底遮伫国小遮的囡仔来参加吼。即时阵还佫会当报名吼，那还未报名遮的家长，也是恁的囝孙吼，都会使欢迎你继续来报名。或者以上补充报告。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刘林兄姐平安。
这是咱来介绍今仔日的新朋友。好第一位是张文璞姊妹。嘿请你去来欢迎。伊是洪英兄的查某囝，洪英兄的查某囝。今仔甲伊的爸爸妈妈做进来，伊也毋是基督徒，但总是希望你踏入教会了后，会当继续来认捌上帝。好第二部分要来介绍进前拄则咧吟四好朋友就是耶稣的时阵我坐伫后壁，我的感觉除了咱正会友的声音以外，我敢若佫听到一个诗班的声音伫咱的会友当中来咧吟诗好接下来要来请美恩长老美恩长来介绍伊的讲道。感谢主因为上帝赏赐互我的家庭有8个兄弟姐妹啦。因为下晡要去参加我的亲人的项目，所以今仔日拢总3排，请你举起来，互阮看一下，这个3排，好，请坐。继续，咱要进行咱的平安礼。咱三甲来请安。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全对我耶子，让我们加做世界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叫做上帝有名。因为耶稣加做圣，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咱犹原搁徛伫，咱来唱祝福的诗，成圣诗396首，打马散花，求主赐福。打马散花，求主赐福，互咱心中上快乐。大家人情有助，欢喜看望主脚步，对主脚步，对脚步，经旷野主山路，因光欢喜，为主生命总完成。免惊吓，因你保我袂受伤，是主做见证，为主见，做主见，
要是因阮的家庭，阮的心是主帮助，啊古老吞无限，稳定无限，定无限，不得通世界。请柯牧师为咱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带来救赎甲毋忘，信心的夫妻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礼拜结束，愿主祝福大家。